找到了这棵仙草，他让我用仙草的花去治个母亲的眼病。仙子噻，这支仙草名叫芭蕉，芭蕉真人机。你们要管什么？阿女，赤红的天地是我看，赤红的花草归我管。阿女机关把花摘，你与我夸夸来分开。我的芭蕉，我的芭蕉，阿女，你转过去。芭蕉被妖怪抢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阿女，你们说这个妖怪是什么变的？是石灯变的，你看。早句云说，浮动是文动神人，如果登妖，多此爱人。神外东山，石灯变的，那他一定最怕胡德看。我们找到他的老我，砍断他的根，为民除害。对，为民除害。走。千年灯妖，快还我芭蕉！阿女，你来送死，请我也夫的。
领的，你听我说。仙草虽是根不忘，须用爱心来培养。今日送你种教养，来年花满女我房，女我房。宗教在哪里？这里。哎呀，快念给大家听一听。阿女听了。3月里来放子女，4月里来冰冰女5月里来水女6月不忘甩了的。 ，7月8月牡丹女，9月里来文须剧。原来是呀，而且的根是没死的，我们只要照着宗教上的走，来年花开与我忙，真是太好了！我们为家。就这样，我们种出了好多好多白酒，我母亲的眼病也治好了。再后来，这里就成了花的海洋，每年秋天，到处都是白酒飘香。